陈静华老师伫民国60年进入后甲高中服务，担任体育老师，以骹球专长率领后甲高中学生到处参与国际骹球比赛，拢得到好成绩。一直民国86年为后甲高中退休了后，也是关心弱势学生就学状况，办理多项公益活动，持续出钱出力协助台南骹球运动发展，让人感动。这次伊又搁捐赠50万奖助学金，希望会当让经济弱势家庭的学生唔免搁烦恼学费的问题，有价将会当帮助到上百名弱势学生。我离开了后呢，我就认真去做我家己的事业，然后小有成就的时阵呢，我认为讲有赚到钱了啦，无什么佮其他的，我就想安尼较做一个有意义的回馈我过去曾经培育我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学校然后伫这段时间真幸运上帝嘛算是很眷顾我所以变成讲我有伫这段时间就在社会层面上有赚到一点所以我就尽我可能的回馈，所以我就答应学校每年我都回馈他50万，一直到我不能回馈那一天为止。市长王伟泰22日嘛特别出席捐赠仪式，感谢肯定陈静华老师的善行奉献。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后甲国中，感谢陈进发老师，他能够捐赠50万给学校作为学校的一个使用，也帮助50万作为一个奖助学金。那我想说这个地方特别谢谢。后甲高中校长陈瑞英表示，陈静华老师成立奖助学金，每当帮助后甲高中家境清寒的学生，嘛鼓励成绩优的学生努力上学，争取奖助学金。学校除了感谢陈老师的善心义举，也表示一定要充分妥善运用善款，加惠学子。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